乡亲好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台湾新眼界，我是面张伟民。2020年总统立法委员大选剩无到100天，北面媒体上新的民调，寻求连任的总统蔡英文41.1%支持度，领先着高雄市长韩国瑜的27.7%，连续赢韩国瑜10礼拜。韩国瑜支持度落破3成，嘛落破过去国民党基本盘。亲民党总统门票要甲王金平来合作无嘛，冲击着拿赢这个选情。另外，咱要搁关心到这个发言这个10处郭台铭甲郭文哲要来合作，民众党抢票抢10处，拿力10处拢会受到影响。搁有小党的危机，也有时代力量这个替党的这个效应。今日咱台湾新眼界，台湾大代志，邀请乡亲好朋友做回来对话。这部电影邀请四位来宾做回来对话，第一位是咱民进党组织推广部主任李庆峰，主持人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第二位咱邀请到国民党立委陈怡民，主持人大家各位观众大家晚安，大家好。第三位咱邀请到亲民党立委陈怡哲，主持人各位朋友大家好。第四位咱邀请到文化大学教授曾辟中，大家好，真欢喜来到这个节目。是首先咱要来关心到离这个总统大选剩无到100天了，准备90几天的时间，3个月时间啦吼，大家是要来大车拼啦吼。不过咱看到这个上新的这个民调吼，蔡总统赢这个部分，咱先看到《苹果日报》所做的41.1%、27.7%是赢韩国瑜差不多13%吼。咱看到这个伫党这个民调是50.9%吼，搁有这个韩国瑜的32.6%啦吼。其实届届咱来看到。咱讲这个蔡总统已经赢10礼拜的这个遐尔济啊啦吼，这10礼拜这个差距，咱继续来看讲，自当时开始这个这差这个距离是愈来愈济吼，差不多是9月初2的时阵12.7%，啊，这个部分拢差着10%以上，啊，这礼拜10月7号所做的这个上新的民调，差到13.4%。不过咱看到这个蔡韩也是对决无表态这个部分是创新高啦吼，咱来看到过去是25.3%，9月初9的时阵21.6%啦吼，9月18的时阵是30.1%，甲今仔日10月初7 31.1%。咱要来解读民调，咱首先来邀请咱的这个主任啦吼，咱安尼看起来，蔡总统赢面是真济啦，但是爱注意的所在有倒位咧？主持人，你讲这个民调吼，有10几遍拢领先有一定的这个距离吼，啊，即摆愈来领先愈来愈济。不过吼，这是民调啦吼，民调参最后投票的结果是无一定相像的吼，所以徛伫民进党的角度，还是爱真谨慎。但是咱会当看这个民调的这个发展的情形吼，应该就是离这个去年民进党选输了的这段时间，半年当较加，民进党做一寡检讨，所以蔡英文总统甲民众的这个沟通也好，还是讲行政院的这个施政也好，面对着去年因为这个选举过程吼有真济可能选民的不满，咱来去面对，所以行政院伊对民怨的解决吼产生一寡效果，所以毋是一届民调赢就算赢。毋是2届就算赢，甚至讲你即摆有10几届，咱嘛无像你讲民进党一定赢，而且要做谨慎。所以简单讲，剩3个多月，民进党也好，蔡英文也好，徛伫总统的角度，第一，还是爱国政优先，因为是现任者一定是爱用国政来说服咱的选民讲，蔡总统是上届适当来领导台湾这个国家继续，互台湾继续发展的人。第二部分，阮嘛爱做谨慎的。一点仔骄傲拢袂使，就是讲人民的感受上重要。大家想看卖，小去年韩国瑜是安大赢，因为伊口才真好，会用甲咱人民的不满真有效的来煽动，所以咱真谦虚来面对这个状况。所以所有的事情拢要让人民有感觉，不管是你减税也好，经济发展也好，种种对囡仔的照顾，对老人的照顾，完全袂当去骄傲。所以，互人民对行政院的事情有感觉。这是第一要点。第三，当然对手嘛是可敬的对手啦吼。总是你袂当该袂记你讲伊是真高选举的一个候选人。啊，现在是剩3个月，无的确伊有真好的撇步，所以伫尾下3个月，咱嘛爱非常的谨慎吼。民众咧看这个局，总统的部分，咱甲定位是讲民调这个方面稳定领先，但是无表示赢，爱谨慎。啊，立委的部分，咱另外加强。是啦，立委的部分，咱等下爱好好来讨论一下。咱先讲，这个主任头头讲到国政优先啦吼，啊，毋过另外一个对手，市政爱优先无？咱请这个委员。我是感觉讲吼，
咱看这民调吼，参考安尼起落落啦，其实参考就好啦，因为这民调，做民调，咱苹果日报做的，啊含绿党做的，啊足侪拢伊的标准，伊的采样，毋是讲完全拢一致嘛，吼。苹果日报是用的是迄款市话民调嘛，啊，迄款绿党的民调其实是有一半是市话，一半是迄款迄款手机啊嘛吼。所以这民调呢，我感觉就是咱来一个参考啦。啊，看起来就是讲即马韩国瑜伊有较迄款落后嘛吼，所以感觉讲这当然是有爱加强的所在啦吼。啊，当然这过去这2-3个月吼，因为咱国民党这边就是候选人虽然是有决定是韩国瑜，不过因为郭台铭吼，郭台铭伊嘛是有当时可以出来他们遐咧乱吼，啊个科批的问题吼，所以咱看到讲，这个还没有决定的，啊，未决定讲要投啥物人的，其实嘛是创新高啊，无表态啦，啊，无表态嘛是有31%啦，所以说讲，就嘛是有足侪民众吼，搁咧期待讲，这2个候选人，而且啊，搁有第三方，因为第三亲民党这边嘛，可能会提出候选人出来，啊，柯 P 嘛可能会去招吼，迄款亲民党还是咱王金平院长吼。哦，可能会就亲民党迄个业，迄个总统的提名，所以观望哈，的民众还是很多啦。所以我是感觉讲，在个有迄块会当咱韩国瑜可以当有拍拼的所在。啊，我是感觉讲，当然市政优先，还是迄款国政优先，所以大家拢会感觉讲，啊，是不是伊即马就开始来请假嘛，请假出来选。所以我感觉讲，伊也是会当请假，但是应该。即马应该就开始请假啦吼，因为伫高雄的市政吼，其实互伊3个副市长吼来回应安尼就使啦。啊，伊因为面对的是一个决定咱中华民国未来4年吼，要安怎行嘛吼。啊，过去3年半，大家看到就是讲，像讲免讲啥，因为我是伫这款伊是负责款社福卫环，所以咱看拢讲一例一休。啊，修到一个结果，就是大家其实嘛是怨声载道啦，就是感觉讲，好像想要迄款加班咧，无办法加班。啊，拜6礼拜，其实有足侪店拢关起来，因为啥物会？因为你也是开店，你爱付出的更加侪钱吼。所以就是这个真正要休假的嘛，是无休假得到。所以这个一例一休的修法是有足大的问题啦。啊，免讲啥，咱劳工朋友希望讲会当有。家庭的照顾，放假，结果咧，公务员有，啊，咱劳工朋友都无，吼，所以不管是迄咱劳动的问题，啊，是迄款环保的问题，吼，环保你看讲即马为着，因为咱即马核四，吼，这个要那个就是要非核家园，所以整个咱蔡建户的能源政策，就是伫去年公投等等个就是。大家就希望讲会当要重启核四，应该要有一个新的能源政策嘛吼，所以2025年的非核家园呢，就是爱检讨嘛，所以爱延后嘛。你要不延后，咱即马能源无稳定，能源无稳定，咱的一款整个企业吼企业界要有一款伊能源无稳定，伊就无办法来外国人无办法来投资啦。所以我感觉讲这个。能源政策是真重要，更免讲啥个，即马吼，因为能源政策无稳定，所以火力全开啊！你看咱台中、咱高雄，拢迄款，不管是咱大林吼火力发电厂，台中的中火力发电厂，因为火力全开 ，PM2.5啊，空气污染的问题，造成咱你看咱即马一年吼，都13000人是新增的咱肺癌病例吼，所以对着这群党吼，若是不满吼，嘛是要搞这个选民来去做选择。这个咱头拄嘛讲着，哪赢立赢已经杀出着这个候选人啦吼，啊上关键的头拄啊这个移民委员嘛讲着，亲民党这个动向的这个部分啦吼，到底亲民党是要这个主席家己来参加，还是讲甲王金平来合作，还是讲照排和这个咱的瓜市长咧？
我感觉看民调，咱会使了解吼，其实阵的民众吼，对于蓝绿已经拢感觉就失望啊，因为伊唔知影讲是倒一个总统会使互因过好的日子，民进党嘛执政过，国民党嘛执政过，不过到底民众会使满意袂？其实大家顾啥？总已经吼，你若行基层哦，大家拢讲吼，我不爱管总统选下人，我真吼在意的是讲吼，我有人会使互我头路做无，我食会饱袂，吼，有人甲我照顾死大人无，阮家的囡仔是要安怎？所以吼，这个讲回来，就是说如何去选择一个吼能够胜任的。好，总统，我觉得是现在阵的民众吼，他期待部分呐吼，所以今仔讲到合作这项代志，合作嘛，毋是讲，你讲我甲你合作，我就应该爱甲你合作无啊吼，因为你爱甲我讲，你会使带给民众是什么样的生活跟愿景？那如果这个部分呢，理念是一致的，咱想法拢同款，是到底为咱国家伫拍拼嘛好，还是讲咱政策上、国家政策上嘛有同款的理念嘛好，才有可能讲到合作这项代志。所以准来讲是家己阮主席要家己出来选，还是讲要甲啥人来合作，我觉得都言之过早了。对，还阁伤早啦吼。阁伤早，因为讲实在啦，讲实在，看这个民调咱知啦吼，其实未表态部分较悬，代表啥？对说民众还没决定，吼，我的票到底要转互啥人？因为我已经对国民党嘛失望嘛，对民进党我嘛无信心。啊，现在民众已经变巧啊，不是讲以前要含泪投票，还是讲含泪投票的可能就是1层2层，但是现在中间的选民。伊期待是讲有一个会使胜任的总统，会使带阮向前行，拼经济，这还搁较重要嘛。所以我觉得，如果现在来讲合作，第一个言之过早，第二个到底在之后的这2个月，我们渐渐可以了解，都几个总统才是我们所谓能够胜任的，好，这个更为重要。是啦，这个合作的这部分，但是离这个选举若哪来哪近，要讲合作，这可能这个骹步。敢会伤晚？我感觉合作这样代志，大家拢讲啊，今仔吼，柯文哲讲啊，我今仔去拜访宋楚瑜啊啦吼，今仔王金平讲啊，我会使甲亲民党合作，但都无人来问看嘛讲，今仔阮要甲恁合作无？吼，我感觉今仔球是伫亲民党的手头，今仔毋是讲吼，大家画痛的，画欢喜就好。你来甲我讲，有啥物理由，我应该互这张票，应该互你，应该甲你合作？我感觉这应该。不论是王金平王院长也好，或者是柯文哲柯市长也好，都应该提出一个相对他们的看法哦，或者是真正那大刚好伫食亲民党的豆腐啦吼，还是今仔日个大刚伫消磨吼送出炉，安尼我感觉吼无品啦，好，所以我感觉应该是讲，你也甲我讲，为什么阮这张票爱互你啊？啊，你会使做伙斗阵来拼经济无？会使互大家会使是大人有人会使照顾，还是讲咱细汉囡仔有人会使有会使放心的大汉吼，教育会使加。较好，我感觉这种给它重要。那当我们的大家的理念都是一致的时候，那我们大家再来讲合作，我觉得这个才来得重要。不然太多的阴谋论，大刚刚那宫廷剧，大家看拢神啊啦，所以我觉得说应该要提出相对的。如何要来去做一个整合也好，或合作也好，像国民党，那有人想过讲，因2020好好啊叫，大家拢输去。对不？像我想，这大家拢讲，今仔吼，阮那天吼行基层吼，大家拢讲啊，我跟你讲啦，立委吼对人无对党啦，总统哦，总看落蔡英文吼已经当选啦，吼，所以其实民调是一项代志，不过吼会使了解民众心内是伫想啥，迄个真正吼，迄天投票，迄天行入去，转落去。那才算数啦，那才准算啦哈，所以我觉得这个都言之过早，太多的阴谋论，其实反而是给民众更负面的一个循环。有影啦吼，咱看到这个无表态这部分已经31.1%啦，等于是讲吼我也咧看讲倒一党也阁有机会啦吼，看讲什么党阁有这个合作的这个机会啦，大家也咧看就对啊，咱阁请教咱的这个教授啦吼，你嘛研究民调这尔久啊，看到这届这个民调，会赢10礼拜。但是无表态的人，佫创新高，咱要来去解读。咱拄仔弄一个公式，就是讲民调是参考用的啦吼。你若悬，你会使欢喜，你会使有信心；你若较低，你爱紧张，你爱搁较骨力。若是讲选举结果来呢定，还是言之过早。吼，若是真正民调在做选举结果来推论来预测的话，咱就把中央选举委员会废掉嘛，咱就免办选举了，叫民调公司来决定就好啊。就像战争共款嘛，美国甲越南谁较强，大家拢知嘛，谁啊战略了。上尾偌难命，
所以讲咱唔通袂记。那是按照民调来讲，那真正会遵守哦。旧年啊，迄个九合一的地方选举嘛，吼，高雄市长应该是单期买当选，伊民调较领先嘛。那按照咱友台三立新闻台的民调，新北市是苏贞昌领先嘛，啊，台中是林佳龙较赢嘛，啊，到尾结局是毋安尼，毋是安尼嘛。所以讲即马任何的推估吼，拢是言之过早啦。咱头拄啊，主持人讲着有还未表态31%嘛，3成，十尾有3成还未表态，啊，啥未表态？无表态嘛是一种声音啦。第一，伊无想要讲，吼，可能伊无想早，无想讲伤早家己的意图表现出来。第二是可能这选举伊无啥了解，毋是讲咱大家伫遐讨论个足热烈的，足侪人也毋知影选举的代志呢。啊，另外是可能伊心情无好，无想要讲。啊，佫有一个理由是讲伊支持韩国瑜，但是目前韩国瑜较输，伊歹势讲出来，惊讲出来无民主。所以讲有一个专业的术语叫做学术用语，叫做沉默的螺旋，沉默的螺旋。好，啊，什么意思咧？就是讲，当你就是你去拄着你的声音吼，若甲主流的民意相像，你就大声讲出来，愈讲愈大声。但是你的声音，你的支持者若毋是主流的，是非主流的，你就歹势讲，啊，惊讲出来无民主。所以讲你愈讲愈细声，所以讲像迄螺旋安尼，哦，迄个主流的民意愈来愈大声，啊，非主流愈来愈无声。所以讲有可能啊，韩国瑜伫这民调输去，但是未来选举有可能赢。大家毋通袂记了，31%的未表态。只要韩国瑜有10%过来，一来一往就20%，所以讲这会使互咱参考，赢的会使有信心，输的更加骨力安尼尔。是啦，用理论来看嘛是安尼有影啦吼，一来一往可能有当时这个拍数。补充一下嘛，是，因为其实之前吼 TVBS 嘛一个民调吼，就是讲着讲也是副总统选的一个吼，对韩国瑜的民调会提升加分较侪。你像讲主流人一加入去，伊就跳起来，提升8%呢，所以我感觉讲副总统是啥物人嘛是真重要，是，好，这其实有互补的作用，互手，但委员讲这当局还未开咧吼，所以我袂使讲随了了，你有信心最好是副手已经算了吼。是啦，啊，咱副手已经算啦，因为我感觉讲，因为过去韩国瑜伫高雄，伊其实做较袂歹啊，啊，毋过问题就是因为一直有足侪媒体来甲伊抹黑嘛。啊，做个代志，拢甲放大嘛。其实也无低调，啊，伊就讲伊低调。啊，做侪代志，其实咱会当搁等一段时间看伊的表现。不管安怎，路是铺较加白，无对啊。啊，迄款地下道，吼，咱也是大雨落了，啊，伊水迄款流，啊，而且迄款消气嘛是加速紧的。这是民众拢有感受到的。啊，是讲有诶是市情的问题，就是你得等时间嘛，时间。因为有当时啊，佮拄咧签约尔，你啊，可能工厂嘛拄啊咧起尔，啊人嘛拄啊咧入来尔，你佮看袂无办法一时一刻就看出来。毋过其实大家也是来高雄看吼，做者夜市啊，即摆变做加速老热的，而且咱即摆高雄的迄款厝吼，其实即摆卖厝的人拢讲来高雄要。自产要买厝的人加足多啦，所以我感觉这种是一个向上提升的一个现象啦。是啦，这个韩国瑜这个市长嘛是有咧做啦吼，啊，就是讲爱做互人看，啊，咱嘛看到，其实咱嘛讲蔡总统有好的，有嘛歹啦吼，歹的部分咱定定嘛讲，顶礼拜发生这个断桥这个事件，伊第一时间这个发言嘛好啦吼，啊，顶的这个部分，尤其伫顶个月。这个断交两个邦交国啦吼，这嘛是伊这个一个因由伫咧。咱就看讲这个外交部长吴钊燮咯，伊讲台美关系是40年来上好哦，说这个台北市长郭文德口说讲是两岸关系30年来上歹。敢是这两岸关系会是这个蔡总统的这个因由伫咧啦吼。啊，咱今日看到这个蔡总统参加的玉山论坛的时阵嘛，回应讲两岸关系是无好歹这个问题哦，只有咱国家利益的问题哦。总算来讲啦吼。到底这个两岸关系是毋是这个蔡总统的阴谋导入选战这个阴谋？咱继续做回来看。韩贵宾一个握手，总统蔡英文早起出席玉山论坛的开幕式。致辞的时阵表示，政府推动新南向政策成效明显，观光产业部分去年旅客互相访问破纪录，创下500万人次。
佮特别强调，台湾企业的贸易量伫咧过去3冬超过100亿美金，是东南亚上悬的，对区域稳定有真大的帮助，无应该互政治压迫。China's efforts to isolate Taiwan have done nothing but hinder regional prosperity and stability. And the international community of like-minded countries have shown time and again that it is willing to stand beside Taiwan. 对中间关系，和国民党口说讲目前是30冬来上歹的。蔡总统强调，两岸关系无好歹的问题，只有咱国家利益的问题。在中国步步紧逼的情况下，我们采取不挑衅、不冒进。但是我们坚守我们国家的立场，倒是中国的以这个大陆观光客作为他的一个政治的手段。对国民党替蔡碧如讲话，讲转传论文真假的争议，蔡总统呼吁国民党应该爱严肃看待。迎战2020大选，蔡总统拼国政求连任，行政院前院长赖清德、民进党副秘书长林飞鹏，卖分别去美国替你赢邮票。蔡总统肯定两个人真有经验，一定知影要安怎做。啊，不过专业拼选举的时阵，前副总统卢秀莲是伫媒体专访批评蔡英文互将威权是真好运的武则天。对这点，蔡英文并无加讲啥，要避免产生更加侪争议。比较幸运的武则天，总统怎么看这样的一个比喻？好了，有没有下一题？没有的话就谢谢了。记者综合报道。前副总统李秀莲，伊就讲，这个蔡总统是较幸运的武则天啦吼。啊，伊讲安尼话，因为伊即马嘛是要寻求这个人数嘛吼。啊，伊会讲这个话，啊，伊讲看到这是立赢这个部分啦，啊，拿赢的部分，咱新党嘛有这个提名啦吼，杨世光先生啦吼，啊，其实拿较立的，啊，头拄仔讲的这个局的合作的门票是要互谁，所以这个总统的这个大选也有一寡运作的空间伫咧啦吼，咱搁请教主任啦吼，咱看到李副总统安尼讲较幸运的这个武则天，啊，咱搁有副手的这个问题，即摆看到这个赖清德前院长，伊即摆去这个美国。讲要去 Q 票，还是党内已经好解啊嘛？民进党其实初选的过程难免是竞争，而且因为对我来讲，这是民进党的传统。民进党的初选制度经过几啊届的改变，大概选立委、选总统会通讲是拢真认真咧初选。不过因为党的路线真清楚所以初选了，只要是理念方面。确定是无问题，当整合的，其实并无团结上的问题。啊，但咱都要讲吕副总统啦，吕副总统这咱个尊重，因为这是做歹用的啦，因为这个部分是讲到武则天这做歹用的我想我就尊重吕副总统。但是我要讲，其实参与选举的人，特别是现任的政治人物，接受到人民的批评是应该。蔡英文总统嘛是同款，韩国瑜市长嘛是同款。咱拄陈怡民委员，我是感觉伊真乐观啦，因为我感觉伊的文章我是真肯定真理性，但伊真乐观那韩国瑜市长其实伊有真好的这个条件，甲蔡英文总统同款，就是执政者就是执政者。咱接受人民批评的时阵，有信心是真好，但真可惜是讲，其实韩市长伊是伫去年的时阵，伊是用专职候选人的角度来调整，而且选了足成功。迄个时阵，伊可以伊的本钱就是讲，伊感受到人民的感受。然后伊的诉求会当拍动人心，口才真好。但是咧，现主是2019年伊的身份是高雄市市长，到底伊的优势是伊的口才，还是伊的市政？这就爱互咱的高雄市民去评断。我想咱伫遮评论，我也袂讲，就一直去人讲歹话。如果高雄市市民感受是好的，安尼一定会对伊的施政，互伊足满意的这个支持度。如果伊的表现是好的，高雄市市民一定对伊竞选总统大支持。这点就是等委员去努力啦。蔡总统的部分，咱都要讲国政有外交跟内政都主要是民生经济，都陈奕杰有提到过，但还要努力啦。就是说在外交的这部分这部分我坦白讲特别讲用断交这件代志来讲，我感觉这件代志真严肃。这件代志不管是国民党执政时代，还是民进党执政时代，咱无应当把台湾的外交断交的这个事件当作选举的炒作来做。做一个总统，伊今仔是马英九总统还是蔡英文总统？如果是韩国瑜当选总统，伊面对这种状况都是爱严肃的。这个严肃就是讲，为什么会断交？咱真务实来看，卖画口号，唔通卖画口号，就是讲，敢讲大家无认识到，这是2019年，中国习近平
真清楚甲你讲一国两制，台湾方案的情况之下，前前后后有军事的，有外交的，有经济，比如讲这个观光客限制这状况，这种手法来压迫。但咧看讲中国本身有真侪问题，咱都是咱台湾人民，咱的立法委员，咱民进党还是蔡英文，摕一支网线啊，淡薄甲人甲互伊来甲咱断交吗？咱大家真务实来看啦吼，无人伫台湾的主权立场到外交事务方面，无代无志对中国大细声。当然，断交这件代志是严肃的，一定要检讨。嘛爱负起一定的责任，对选举嘛有影响，我面对，但是唔通摕这做选举的操作吼。拄啊，主席就提到讲，这个最近大清帝开始要去美国做访问这部分。当然，这一方面反映的是内部，政党的整合；一方面当然嘛争取到这个咱台侨的支持。咱包括韩国瑜也好，还是未来要竞选，应该拢有这个过程。咱嘛真希望。即个选举内底，不管是台湾内部的选民，还是你讲伫美国、伫欧洲、伫日本，咱的台侨，拢爱体认到，咱透过民主的选举，会当去选一个讲对台湾民主自由，会当去保护伊、保全伊，但是毋免逐工赤牙牙，搁徛停停的一个候选人，会当用这种方式，互台湾的民主自由继续下去，这才是台湾吼永续发展会当瓦靠的啦吼。话佫讲倒来，当然选举最后做决定还是选民啦。大家拢不管是在野韩市长也好，啊即马毋免讲在野现任的韩市长啦吼，我是希望伊爱决定一下啦吼，看是要做专职的韩总统候选人，还是要做好市长。即马看进退两难吼，这我就交单委员去烦恼吼。但蔡英文伊是现任的总统，外交的状况大家无满意，阮无借口。伫即种时刻，只有请大家爱体谅。你是台湾派也好，中华民国派也好，还是讲你要是中华民国台湾派也好，只要你是即个土地生长的人，你就是斗拿斗六拢不要紧，斗白拢不要紧。对国家主权、到外交这种代志，莫分你甲我，大家拢爱共同支持国家立场。是，咱头拄嘛讲着啦吼，真正是参选到底的这个部分。无到100天啊啦！咱头拄嘛讲着，高雄市长到底是要专心做市长，还是要做一个韩总统的这个候选人？然后真侪这个市民拢咧问啦。毋过这个风声讲要去美国访问，嘛要做请假啦吼。若是小连续请假3个月，虽然有这个真好的这个副市长伫咧遮斗小厅斗3天，但是对市民的这个交代是啥物？然后这个市民的声音，咱先做伙来听一下。高雄市长韩国瑜出席道安汇报，这是8月上半日第一个市政公开行程。不过，即马有机关逼空韩国瑜要为10月14或者是15开始请假，一直到总统大选前，市政总一巡也未去。请假的时候一定会跟议会来沟通，然后一旦请假之后，一定会依照法定的程序来办理。到时候正式请假的时候，一定会跟各界来说明报告。韩国瑜为讲法真保留日期也未决定，访问美国行程也无透露。2016年前新北市长朱立伦同款代志参选总统，也捌请假3个月。因为我的公务的资历比较深，所以包括年度的休假应该是有60几天吧。尊重韩市长的安排，但是我相信，就一位总统候选人来讲的话，最后的这个阶段一定是要全心全力的来投入。离大选剩不到100天，韩国瑜虽然画出平常一拼市政，甲一拼国政，如今市政国政两头烧。面对民调落落去，是不是决定请假转守为攻？韩国瑜话无讲死，不过运动中央已经动起来。党主席吴敦义亲身主持2010大选誓师，布局各地方党部组织，力求重返执政。既然用最公正的初选，选出韩国瑜代表中国国民党来竞选总统，我们大家一定要同心协力，每一张票都要设法争取到位，让韩国瑜能够当选总统。韩国瑜竞选办公室也公布委任律师，向媒体人黄光琴提出7项妨害名誉告诉，转被动为主动。不过黄光琴也伫面册回应，写出粉身碎骨、倾家荡产，在所不惜。记者综合报道。
那是这个请假3个月哦，相信这个这个市民嘛是有这个烦恼的这个所在啦。啊，不过咱继续来看讲，其实啊，咱头头我们看到这个前新北市长哦，这个朱立伦然后，伊讲啥？伊讲因为伊的这个公务资历较深然后，伊包含着这个年度这个休假差不多60天然后，年度休假有60天，啊，因为伊是第2任然后，迄当阵叫代职参选然后，啊，你安怎个看咧？我是感觉讲，其实也是要请假嘛是会使啦，因为其实讲起来吼。啊，毋是韩国瑜，毋是第一个请假的啦，因为佢之前吕秀莲伊咧选2000年的时，伊咧选副总统，伊嘛是请假。啊，陈菊伊其实咧选举，逐摆选举嘛拢请假。啊，民国103年的时阵，伊为着要选举，伊嘛是迄阵咱高雄登革热问题已经足侪人钓着啊，上万例的啊，啊伊嘛是咧请假安怎伊就要选。要选连任嘛，嘛是咧请假，所以我感觉讲，其实请假是伊管理啦。是。请假的时阵，伊嘛是会当吼含伊的迄款副市长，好好来讨论，来安怎来互伊市政会当延续，吼会当来做。啊，我感觉讲请假不要紧，重点就是伊来，因为伊是要选总统嘛，啊总统是全面的总统，所以当然请假了。还是会当借这个机会，会当全国安尼走透透，就会当甲全国的民众来甲伊的理念是治国的理念，会当讲个清楚，其实嘛是真重要。啊，他们都因为迄款庆丰讲到迄款断交的代志吼，断交的代志，所以我要讲一下吼。因为其实咱国民党咧执政的时阵，8年甲断交甲一个国家尔干比啊，啊，结果蔡英文吼，咱执政甲3年半。结果断交就7个国家啦，为啥袂安尼？当然就是因为咱一开始蔡英文伫2015年，伊咧迄阵咧要选举的时阵，伊就讲啊，我也是做总统，我一定会维持现状。啊，问题就是伊讲维持现状的，足侪人拢受骗嘛，因为伊真正是迄款执政了。伊讲有真正来承认9·2共识，伊无啊，伊无承认9·2共识，结果所以大陆迄边就对咱台湾有着真侪不满意的所在。啊，其实我是感觉讲吼，咱和中国大陆应该来做朋友，啊，做朋友9·2共识，吼，这是定海的神针，咱也是会当利用9·2共识一中各表，和大陆会当维持一个好的关系，像讲咱免讲啥科批。伊就任了，伊嘛是讲两岸一家亲，所以才会当有双城论坛嘛。啊，因为我要讲的就是吼，其实对韩国瑜来讲，人民吼，经济咱要安怎防疫食会饱，咱物件会咱卖出去，其实是真重要。啊，咱和大陆维持好的关系，台商嘛是较欢喜啊。啊无，咱足侪台商100万、200万的台商是伫大陆咧食头路，啊咧拍拼。啊，因也是咱来关系也嫌大陆无好，咱嘛是影响到咱台商啦。所以我感觉讲，其实吼，韩国瑜伊咧讲的，就是安怎会当吼维持咱台湾和大陆会当好的关系吼。啊，当然即马就是因为香港即马反送中的问题吼，所以蔡英文他捡到枪嘛，有个辣台妹捡到枪。啊，结果安怎？他有在推销伊的亡国感，咱讲酸仔歌亡国感。啊，结果呢，最近你讲像讲昨韩国瑜。去咱迄款美容，啊美容结果就咱迄款往来销500货柜去对500万吨的货柜去大陆吼出口，啊这好消息嘛，所以就感觉讲哇啊即马迄款往来会当销，这是好消息。不过结果呢，一个是亡国感，酸仔歌，啊一个是往来，啊结果少年呢就是爱食迄款酸仔歌，伊就无爱食往来，所以即马。年轻人，咱看咱今日咧讨论这个民调，20岁到19岁的少年呢，伫迄款迄款苹果的民调内底，拢支持蔡英文较侪嘛。所以这就是讲世代，吼，咱的少年人也是年岁较大，对咱国家，对咱韩国瑜的蔡英文因的观感就是无相共，吼。所以我感觉讲，其实这个问题就是。嘛是真困难啦吼，要安怎咱全民来选一个对咱国家吼会当未来4年会当带咱这个国家会当好好来维持咱迄款和大陆的关系、和美国的关系、和日本的关系，而且唔通阁有更较侪断交的问题，啊无咱
咱台湾就变做高级啊嘛。是，所以咱继续来看讲啦吼，这个咱这个外交的部分，真正亲像爱主任讲的安尼啊，严肃来看待啦吼。啊，毋过咱佫看到这个国民党内部这个部分啦，咱头拄嘛讲到这个郭台铭这个移民委员头拄讲啊，也可能也佫有乱的这个空间啦吼。所以伊讲宣布退党了后，啊，这甲前总统马英九来降台的时阵有做啥物动作咧？因降台的时阵，是小咱无甲安慰哦吼，啊嘛用半滚生球的时阵吼，甲伊打打咧吼。咱来看这个新闻画面。对啊，好，谢谢。郭董先会给马总统安慰吗？郭董会接受国民党整合吗？你们要我报方啊？可以吗？鸿海创办人郭台铭公告，要为进前伫韩国瑜造势场合，遭到韩国瑜支持者叫伊落台的前总统马英九加油。郭台铭无参选总统，退出国民党了后，下昼出席前台东县长吴建典的演讲，头一摆甲马英九同台，两个人互动真热。郭台铭讲，无选进前，其实早就选定吴建典做副手，要使伊参选台北市长。话一转，趁着马英九也在场，暗中考试国民党的夫人文化事件。台湾的夫人政治文化，我觉得要像周美青及我们小燕姐一样啊学习。各位说对不对啊？国民党主席吴敦义早起是讲，苗栗复选对传出国民党立委江启臣可能成为韩国瑜的副手。吴敦义表示唔知影，也强调袂干预竞选。韩国瑜兄曾经问我说找哪一位最好，我说这个是要你自己选择啊。有第一个要同心协力，同时有互补的功能。因为我现在怎么发展都不知道我说随着一年走嘛。一路表达参选到底的前立法院长王金平，对敢会当争取到亲民党提名参选总统大会，强调随缘。另外，韩国瑜的副手人选一直拢无定调，还拿电影内各方拢有拍算。记者综合报道。是咱头拄看到这个王金平院长啦吼，伫这个部分，伊讲着随因缘走啦，伊讲自然就好嘛，是佫讲着一届这个参选到底啦，到底这个门票伫遮啦吼，这个局赢这个部分啦，到底是要互伊啦？头拄嘛讲着合作，毋是这个阴谋论啦，合作有真侪爱讨论的，到底这张门票是要互啥？但是大家嘛真关心讲亲民党的动向到底伫些倒？这个总统若无提名，要安怎带动着咱这个立委这个席次？尤其咱过去这个立委，咱是用不分区的这个政党票来得的进前迄届是6.52%啦，左右这个部分。所以这届亲民党到底动向是啥物？我感觉应该是安尼讲啦吼，亲民党应该讲，伫2020年的这场选战一定不会缺席的啦吼。当然要甲啥人合作，拄啊我嘛讲啊足清楚的吼，就讲至少大家若为着国家利益为前提，当然大家使斗阵合作，因为大家斗阵拼经济嘛好，还是讲过较好的生活，这拢是大家希望的生活嘛吼。所以我感觉讲要安怎合作，我感觉这个还有很长的一段时间可以去讨论。但是唯一咱会使确定的，就是在2020年的这一场选举，亲民党一定不会缺席。好，在过去2019年这个选举选完之后，其实我们的组织拄啊陈一鸣委员有讲啊吼，讲韩国瑜开始走透透，讲实在真是走透透的，应该是吼头一个啦，嘛是走得最彻底的，应该就是我们主席宋楚瑜啦吼。所以过去这些时间台拢讲，奇怪，拢无听到恁主席有啥消息，是要选总统无？恁委员是阁有要选无？是伫遮嘛要甲各位报告。其实吼，我们都一直像鸭子划水一样吼，伫各个区域我们都一直很努力的拍拼。所以在区域立委也好，或者不分区的这个名单当中包括总统选举的这个部分其实我们也有我们绝对的信心存在。冇这规划啦，吼，咱继续来先看这个不分区政党票，这是绿党伊用着这个手机这个市话用各半这个方式来调查。这个样本差不多是1021份啦吼。咱看到这个不分区的政党票的部分有34.5%是要予国民党，民进党剩25.1%，这是一个竞选啦吼。咱阁看到这个台湾民众党有12.1%，时代力量有8.1%。2.2%是亲民党的这部分，绿党1.8%，基进党1.2%，无明确意见有15.0%啦吼。咱继续来问讲吼，咱的这个教授啦，咱头拄嘛讲到这民调真正是做参考的，尤其这是可能是绿党伊所做的这个民调。咱会当阁讲到顶回，咱等下再看顶回这个数字啦吼。咱先看这个图表啦吼，安尼看起来，
这个南的甲绿的本地过去民进党是有68席的这个席次啦吼，啊，这个不分区的部分差不多18席，啊，安尼看起来，民进党落差不多4席落去安尼。这要解释的吼，咱估计的啦吼。有人讲民调会无准，声也无准，就像讲主持人若是讲你无注意，四角菜去食歹腹肚，有可能都会出问题。拢出问题，腹肚。你家己身体较虚，腹肚出问题，啊，无就食物有问题，啊，无就迄个总破塞注射时有问题，啊，无就是放伤久无清气。所以讲每一个环节拢有可能出问题。啊，民调咪共款道理，因为你民调吼，第一步爱设计这问题的问卷吼，第二步。爱抽样，为全部人口内底，咱叫母体吼，抽一寡三不露出来，叫样本出来。第三步，你爱找迄个访问员来做访问。第四步，就先访问，啊，甲迄个资料给起印入去电脑。第五步，爱交通给爱解释。所以讲啊，就算讲你无故意甲伊创空，真认真去做，民调嘛有可能无准啦吼，因为任何一个环节拢有可能出问题。咱假使讲绿党这个民调是凭良心要做，无黑白来吼，咱来看有一个所谓无注意的哦。一般吼，咱样本啊1021个，伊有一个抽样误差，叫抽样的误差，才有3%，正负3%嘛。是。所以讲国民党应该是3-4%，哦，加3%减3%。是。啊，民进党是25%。25%，佮加3%减3%，这个区间内底拢有可能。所以讲你若甲抽样误差来考虑入来，其实无想过咱差遐济啦。无差遮济啦。系无差，但是呢，亲民党哦，歹势你亲民党、甲绿党、甲基进党，就是目前较弱势啦吼。所以讲咱一般看这民调拢结果出来就好啊咧。事实上，伊个过程吼更加重要。啊，咱主要是讲无黑白创的情形啦。啊，伊这是绿党吼，做伊个有手机啊、甲市啊电话一半吼。啊，咱即马政治的局势佫一再咧变化哦，比如讲郭台铭啊，迄个什么人啊，郭文哲会入来咧，啊，有啥物国际的局势变化无？比如讲咱蔡英文总统是咪8日内竟然甲美国建交，我这有可能互伊向红牙开啊，向抢开有可能无？主任有可能无？我唔敢讲，万不是啦，大台万不是，若这种代志伊民调牙开咧。我相信你们应该真欢喜吧？对吧？所以讲，咱的政治的局势是一直咧发展的，啊，咱这民调是固定的，所以你若要预测吼，要推估，一定要去细心，因为咱足侪有可能发生的，还是无可能发生，拢有可能去出现啦。有影啦，咱继续来看讲哦，顶一届这个2016年哦，第9届这个立法委员的这席次，咱有做一下整理啦吼。咱看到这个图表，咱看到民进党迄当阵是摕到68席哦，区域立委是49席，不分区是18席，这个平地这个立法委员有10席啦吼。啊，迄当阵这个民进党摕到的这个不分区的政党票是44.06%，国民党的部分摕到35席哦，啊有20席是这个区域立委。不分区立委有11席啦吼，有2席是这个平地这个部分，啊，政党票因当阵摕到26.91啦吼，咱看亲民党迄当阵不分区的摕到这个3席拢是这个不分区的部分6.52%，时代力量迄当阵摕到5席啦，区域立委有3席，不分区是2席，啊，无党的这个1席，甲无党籍嘛是1席，啊，咱看起来113席啦吼，但是咱要继续来看讲，因为即届啦吼，哪力拢估计这个落落去啦吼。所以咱看到讲，大家哦，拢设一个目标伫遐啦吼，但是困难伫倒，咱嘛有做一块整理啦。咱看到民进党讲，这个国会要过半，要57席啦吼，但是困难伫倒，这个内哦有这个关宗明这个案啦吼，促转会这个等等的这个部分，啊，这个核心支持者可能无愿意来投票，阁有时代力量跟台湾民众党这个拍拿拍力，拢共款拿这个分票这个部分。啊，中国国民党嘛讲，伊要发60席啦吼，嘛是过半。咱看到伊困难伫倒位，伊讲亲中的这路线伫香港反送中抗争的时阵，搁这中美冲突之下，真歹吸引到这个选民，总统候选人韩国瑜这个民调搁直直落去，所以咧这个情绪的这个部分哦，大家拢讲啊，真歹揪到这个立委这个部分。时代力量嘛话讲伊要80席，但是咱等下嘛好好讨论时代力量。侪人吼，侪大咖拢已经来退党啊！这个退党这个效应是亲像这个骨牌安尼哦，小连线来倒去啦。咱看因这个党内这路线真正是分分歧歧啦，真侪咱讲已经退党，
过去咧有这个台派支持者，现主席已经反背讲，这个已经反背这个本土镇赢。现主席咧，这个支持者甲这个郭文德，这个民众党哦，伊较有真悬的这个相塔这个所在啦，吼，真惊吼，这个台湾民众党来分票去。咱看到亲民党这部分，即届袂当输着顶届啦吼，3色部分一定要保护掉啦吼。啊，即届是大选哦，可能无亲像顶回这个宋楚瑜这个母鸡带小伊家母带这个家囝这个效应啦吼。但是头拄仔咱这个立委嘛讲着，可能这个咱鸭子划水嘛总算有这个结果的这个部分。啊，台湾民众党伊话讲有要接受党主席郭文德，但是伊的这个部分困难就是讲，伊讲话这个部分真侪人拢有做讨论啦吼。啊，尤其对着这个中国议题这个部分。咱头拄仔上新的消息是，这个郭台铭20号的时阵嘛要宣布伊这个立委这个名单吼，所以安尼看起来，立法院大家拢有信心啦，但是大家拢无把握啦吼。所以咱先请教主任，咱内部即马估计政党票的时阵，应该是差不多68席、64席吧，有安尼按算，还是讲有要搁加强的所在？我像这是咱真侪走政治线吼。党政的记者，伊拢总真资深嘛吼，啊嘛分析能力真好，所以因会来按算各党的分配。徛伫我做一个工作者的角度，我是无方便来讲。但是有一个事实是安尼，即个确实是较无稳定，吼，确实是较无稳定，嘛确实有淡薄仔困难。但是整体来讲，以即马民进党做执政党的角度来看，那好好努力，吼是有机会。但是无啥物撇步。而且我蛮公开讲，就没有什么招数花招，无啥物撇步啦，就是我所讲的。整体来讲，国际上的这个国际形势的变化吼，执政党蔡总统伊爱掌握这个机会。啊，做一个执政党当然伊就是伊的，我拄仔讲过，伊施政的成绩爱人民互人民有感受。这人民若无感受，咱就无可能提升啦吼，就真正政党的支持度袂起来。啊，你问讲足奇怪，啥总统的支持度较悬，啊，民进党支持度较低？我嘛诚心讲，民进党。伫去年败选了这段时间，政党的体制还佫需要好好来恢复，嘛真正互人民来接受民进党。啊，咱爱努力真济。啊，到底会偌接近，还是讲差迄个距离会差偌济？我普感觉起来，我普感觉其实应该是民进党参国民党现主席应该是差不多是平盘。啊，当然各自拢有各自的问题爱努力啦吼。上好就是一个民主竞争的过程。啊，我想民进党只有是努力了。努力啦吼，共款咱请教国民党人这部分啊，划60席，但是即马大家有要挖去对韩国瑜总统该做共台无？有啊，我感觉大家对韩国瑜总统嘛是这个真有信心啦，所以伊即马也是开始请假啊，咱全国安尼来普选，啊而且有当时啊是咱嘉芬姐嘛是代表伊吼，作为去含迄款候选人吼。伫迄款不同的区域安尼做为普选，迄款来竞选吼，来增加伊的声势。我是感觉讲，嘛是大家拢真欢迎啦。啊，而且伊聚集的声量吼，人潮嘛是真多呢。像我迄摆伫咱内门，伫高雄吼，内门，迄开讲吼，咱或说内门起义吼。3万外人拢，大家拢挖来，不啊内门甲1万通人尔，结果来遐侪人，你就知影讲啊，这就是边仔关边仔的迄款区拢会走来，大家都听着讲哦，迄款嘉芬姐要来尔，吼，大家都拢走来啊，美容的嘛来，基山嘛拢走来内门。啊，我最后是要讲就是讲，因为这个不分区吼，其实要提名吼，我感觉就是其实这真重要，因为这台互咱的民众感觉讲，这个政党的理念就对，所以各行各业吼，啊，咱的迄款代表的人物是啥物人，而且咱毋免讲医界，还是讲是迄款是咱新住民吼，还是咱妇女啊，还是咱的迄款民间的团体，大概是做伙吼来甲这个。党吼，安尼建起来，所以这不分区的人选是非常的重要吼，才会当讲代表这个党的理念。所以这我感觉讲，到底偌侪人会当入来吼，会当选着吼，我感觉这就是爱看吼，这个党主席啊个一个提名审查这个委员会的郭台铭的因素咧的机制。当然，
郭台铭他会是个因素，因为伊嘛是要提，不过伊即马嘛在提伊这个拿赢，这个伊他提实咧，迄款李进准嘛是他这个尔，啊，迄款郭台铭伊是迄款提了一个李进准进来，可是应该是入去民众党内底来选嘛，啊，问题就是柯 P 到即马拢提袂出一个较好的人选啊。所以这就是伊袂当一直提的拢是因家己迄款台北市政府内底的人啊，所以哦，这就是吼，民众党的问题就是伊的不分区，这等到恁主席嘛是有讲嘛，就是伊的迄款候选人无亮点啦，就是这就是主要的问题伫遮，所以我感觉讲，这个咱也是这个选举吼。不分区的提名是真正的重要，啊，这人选呢，就是爱看这个每一个党的智慧啦。啊，郭台铭伊讲有一个不分区的提名跟审查机制，不过问题是即马嘛提名一个，迄个就是伫土城，就是李进准，啊嘛是阮国民党的啊，伊就李嘉靖的后生嘛，所以你就知影讲到即马为止嘛是他一个人尔，但我请教你咧，因为民进党的状况是，阮的支持度即马是较无理想啦，吼，比较国民党比起来，所以阮会希望讲较谦虚的来争取支持，啊，总统来甲拉台。你即摆的状况是国民党的支持度是比韩国瑜的支持度较悬。你拄爱伫解说讲韩国瑜真气真旺，你有可能是甲你国民党的支持度扭价，这敢无矛盾的所在吗？我感觉其实咱伫基层看到的毋是这个情形啊，所以我就是讲，咱迄款民调是民调。啊，有个人讲就是民调，啊，其实民调的结果含咱即马伫迄款咱全国吼，不管是去到一个基层，咱去看到的，像讲伫新北市啦、高雄县啦、高雄市啦，伫台北、伫台南，咱看到的就是，只要也是有韩国瑜，也是咱加分节出台的素材，都足侪人来啊，所以其实候选人嘛是希望咱迄个。总统候选人含伊的夫人会让他们参加以这个竞选来提高了，所以我感觉这是毋庸置疑的。而且即马所有的一款扛棒调出来、挂出来，即马拢一定是有韩国瑜含这个候选人。所以咱继续来看啦吼，所以这个哪里拢有家己这个问题啦吼，这个实处的部分，家己搁较拍拼。不过咱要讲到就是讲这个小党的这个部分啦，咱嘛有讲到这个亲民党这个部分，即摆袂当。这个减掉较早的这个部分，啊，时代力量，咱搁较看到伊这个因素，退党的因素。台湾民众党嘛要抢食这个，其实台湾民众党即马是要抢这个抢拿赢的票较济呢吼。我感觉应该是安尼讲啊，台湾民众党大家拢感觉伊的声势足好的，不过迄是柯 P 的声势足好的。那真是支持台湾民众党的人，是真是去投予台湾民众党的？我觉得这是一个很大的问号。好，所以修动它还是需要有一个母鸡的效应。好，所以这些小党其实看起来胜乃谁有母鸡，其实大家非常的明确嘛。好，接着亲民党有可能有这母鸡可以往前冲、带前冲。所以我感觉讲，今仔日若要不分区。大于3席，其实我觉得这拢有机会，因为你看，准阮主席还未讲伊要选总统，哦，准基本盘可能都2.2%啦吼。台湾民众党，你逐工拢靠声势，网络声量伫吵，你今仔日食宋楚瑜豆腐，你今仔骂蔡英文、骂韩国瑜，你会使骂偌久？吼，所以我感觉讲吼，伊用这种的操作手法。真是会使和台湾民众党伫1月11号不分区会使摕到10席，我感觉无遐乐观啦。吼，所以话会使讲啊足水的，你嘛会使包装啊足水的，感觉足水。不过你实在母鸡的效应伫对。柯文哲若无要选总统，伊哪有母鸡效应？你准已经是台湾民众党啊，你哪有可能甲亲民党过来合作？拢无可能嘛！啊，你若逐工想咋是讲要骂蔡英文、骂韩国瑜，啊，食宋楚瑜的豆腐，啊，今仔再想看卖啊讲啊要甲郭台铭合作啊，那你的中心思想对不对？好，所以我感觉讲这不分区的席次吼，我感觉还有很大的空间。我感觉。对亲民党来讲，都是一步一脚印伫拍拼。虽然大家拢讲啊，总统的议题拢无看到阮主席有声音，毋讲一步一脚印伫地方拍拼。你讲足侪支持者是有分裂投票的这个行为哦。伊感觉讲啊，我总统票我可能支持国民党，毋过国民党我知影你宋楚瑜可能无可能会使伫2020有一张漂亮的总统的成绩单，安尼我进党我落投互亲民党，因为说真的。国民两党
在这个立法院，它有绝对的席次，但是重要的是什么？还是立法院需要的还是关键席次。好，所以民众要如何把这不分区的这个席次关注在所谓的关键席次上？我觉得亲民党扮演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角色。是啊，那是这个亲民党扮演的这个真关键这个政党这个部分。其实咱讲到这个时代力量啊吼，咱嘛期待伊有真好的这个发展啊吼，因为其实这个咱看到伊伫咧足侪人推动了啦吼。不过时代力量甲台湾民众党因两个票源是相加的哦，吼，所以讲吼，时代力量会互台湾民众党会甲时代力量的票加起袂，这是有可能的哦，吼，无可能两个拢好嘛，一定只有一个好尔嘛，所以今仔袂使讲你要共拼，拢要拼全部的啦，无遐厉害的啦，吼，所以我感觉讲今仔日甲时代力量你讲伊有8席，啊，台湾民众党有10席，我感觉这拢太过乐观，太过术语啦，吼。所以我感觉讲这个，而且台湾民众党跟这个时代力量，因拢没有母鸡。啊，在这种情形到最后2020对决的一个情况下，你没有母鸡的状况下，好，你还能够得到不分区这么多的席次，其实这是满满的一个问号了。所以选举哦，剩无到这个90几天啊啦吼，咱就继续来看讲总统这个立委席次到底这大城边到底是谁输谁赢比较。